和尚，和尚，去把老子那个。和尚，你听我说，老子挂科了，你犯不着跟我一块重修。山长，你听俺说，俺能行，俺从小练的就是个耐力。放我下来，背个人不算啥，没事啊。不行，没商量。和尚，你慢点，不老留着。镇长，你看这是啥？啥？这是你最爱喝的山楂树下，坚果精致，口感纯正，而且无添加，营养丰富。嘿嘿，你怎么知道我爱喝这个？还有俺不知道的吗？那是因为它酸酸甜甜，像喝鲜榨的山楂汁一样。来，干一个。好。老李，老李，老赵，我这昏迷了多久啊？整整2天2夜。当时你发高烧，和尚跑了几十里路到校医，这大雪好天的，几十里路，愣是把郎中扛到了宿舍，给你灌了汤药，才放他走的。老李，